保持防煙門上關，對大廈嘅整體消防安全非常重要。如果有火警發生，防煙門可以有效阻止濃煙同埋熱力蔓延到大廈其他位置，令大家更安全咁樣使用樓梯逃生，爭取寶貴嘅逃生時間。千祈唔好貪一時方便而試開防煙門，亦唔好堆放雜物阻礙防煙門關閉或者阻塞逃生途徑。試開防煙門、阻塞或者鎖上逃生途徑，更有可能觸犯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。消防處同屋宇署於去年10月29至31日喺9棟位於九龍同新界嘅工業大廈進行聯合巡查及執法。消防人員共發現261項火警危險，就其中涉及阻塞逃生途徑嘅個案提出3宗檢控，並發出22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，要求負責人喺限定時間內消除火警危險。消防處會繼續採取跟進行動。根據規例，獲送達通知書嘅人士，如果未能夠喺限期內遵從規定，或者容許有關嘅火警危險再次出現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10萬元，並就罪行持續嘅每一日另處罰款1萬元。市民如果發現逃生途徑被阻塞或者鎖上，防煙門損壞或者被洩開等火警危險，可以透過熒幕上嘅網址到火警危險電子投訴平台舉報，通知消防處跟進。另外提提你，防煙門嘅擁有人需要保持該防煙門時刻係有效嘅操作狀態。如果發現有任何損壞，導致防煙門無法關上，就必須要盡快安排維修。